好像有才藝表演，係嘛？有。唱歌的咿呀歌，唱嘅歌的唱唱嘅叫大我個嘴，上到色彩的水白開呀，水白開。什麼叫立病鼓？對啊，因為我比如說我每次介紹說，哎，蔡家鳳哎，都阿鳳鼓啊，對，所以有一個小孩叫李斌，是不是？叫李斌。哎呦喂呀！上禮拜節目當中播出流行組嘅後生擂台賽，下禮拜我揾到傳統組嘅小朋友唱山歌，來看一隊小朋友用扮唱歌表演頒獎金哦！精彩嘅節目馬上開始哦！傳統組的後生擂台賽，同樣係2禮拜分數加起來超過190分，就做在出獎啊，出紅包。本小朋友可以好2禮拜行走我們的出哦。哦，還有 Andy 親自開個電路，請大家獎金有5000塊。哎呦，有電路又有錢，就超嘅。至少有電路啦。所以要第一禮拜嘛，下禮拜張宇潘爸。2禮拜累積嘅分數加起來。就下禮拜累積嘛，係啊，你當做出咗。係啊。所以下禮拜表演本大家看的。嘿，本期就批一下紅包嘅秘密。好了，好，因為有唱到的小朋友從東電影小童會唱，厲害哦。係啊，但是還沒有唱到評審老師的都現場啊。係啊，我來介紹一下那評審老師。好，歡迎羅英先生、小屁先生、李文鵬先生。哎，三位先生好。所以呢，特別給我當做的有唱到3位特別那個呢評審先生哈。對呀，還是有看到的評審先生。平常是董秀唱到去啊，都來。董秀啊，小屁去賺錢呢，都無限。英先生咩嘿啊？咩啊？係嘛？文文先生按多做理事長嘅都有嘛？你寫節目搶唔到，好冇？開玩笑啦，開玩笑。好啦，今日麻煩3位先生啦，小朋友也唔知聽嚴格啦，哈，係啊，親後這本嘅高管拿紅包，拿電路啊，只看佢運氣可能出到錢，也出到電路啊，但比賽之前呢，我跟你們小朋友說一下哈，係啊，你們對安尼客家嘅歌謠啊，可能較無按熟悉啦，無按熟悉哈，無按熟悉哈，可能係配起來嘅，對對對，還有唱有比欣賞的做一下示範啊，介紹厲害的老師示範給你們聽，好不好？我們等一下掌聲加尖叫給老師。是，這位老師他的名字有疊音哦，疊字的老師，他本來叫羅音，就是因為他有小朋友以後住在山谷，對，然後就是會有回音，所以叫羅音啊，所以他的聲音就是如這個黃鶯出谷一般，來，唐吉唱一條平板的示範一下來，羅音先生。
出谷跟盈盈欣賞啊，祝新年好，祝新年好啊！凍火糖啊，凍火糖啊，唔會錯，漢切，安排啦，做得嘞，拉嘞，給我拉嘞啊！回流看安用去做，差不多嘞，燙的是就做的嘞，你咪現，我亂講的嘞，你咪慘到，你是教學生的教按度吼，跟教小朋友有教動度麼？未算漢做得啦，漢做得啦，咩要教嘅奧福誒，兩雙奧福班吧。因為呀，特別錄陽哦，冇看到你啊，他是有看到，我到錄陽就係拜六拜日嘛，係啊，都冇看到你就去教學生嘅啊，教課啦，係啦，教課，跟教課係教太人呢，係教成人呢。太人成人都有啊，都有啊，比例來講，太人較多啦，係啊，太人較多。成人呢好教麼？當好教，好教，有當腳做上樹錯嘅，錯，哎呦，哎呀，哎呦，迄欣賞厲害，學腳啊，基礎咩較好，所以根本呢啦，可能一般也就成人呢，嗬。嘛較建議，係啊，建議就東西嚇，本機也都看有辦法唱歌嘅較好聽。一係講愛教老師傅講，去了解客家法。其實紅語言韓國學唱歌都同樣，就係多講多練習，多講多練習，係從一按講手，唔講手，唔講就緊講，按就係硬講硬用，錯，就會多練習多唱就出來哈，不二法門啦，對哈，就是多講多唱啦，好嗎？對，客家山歌、客家山歌就是多練習多唱，多練習多唱這樣子。P 上台就免 P 下盤的，冇講，係做得，冇講上岸用。咁多年嘅學生嘅做安尼講出錯。學生嘅唔係啊，冇上台我表現同時代下上課嘅時間冇強用啊。係啊，嗱學生講當然係鼓勵下到啦，因為成人就你下成人下慢啲嘛，所以要用鼓勵嘅方式。我用唱本記用教嘅心情，先知道當好教來學習。係咪？馬幾幾下擺就冇耐咯。係鼓勵，係鼓勵賣糖啊、食餅啊。開咯都差唔多。頭髮多了哈。老頭拜多了，都會強用誒，強用嘅套路係。然後呢個後欄水有幾多？呢個黑尾就係幾多？然後你一邊就係你。對，錯。好，那謝謝你的這個按讚的示範，係啊。好。又在座的唐諾亞嘅後堂誒，黃鶯出谷繞梁三日嘅歌聲的，謝謝你們把我的名字介紹到安後堂。安後啊。黃鶯強用按講。對，好，謝謝老師，謝謝。什麼欣賞用就請謝他了哦。哎呦，你看，搖曳生姿的培養，是懂講哈，不是婀娜多姿啊，婀娜多姿咩？哎呀，做的，對啊，也沒有隨着年齡而變化哈。對啊，還不錯，保持都還一做的。好來。來哦！我比賽咯，各位小朋友哈，你喺踢隻禮拜哦，會多多加油哦。有槍踢足，踢足係泡芙，還有山豬，睇來落山歌。
明明2個都是小孩子啊，長着大人臉，基本對，很抹啊。對啊。來，泡芙站出感覺上哈，感覺上哈，剛剛好像你是老師，有沒有？一直在教學生誒，學生誒冇困難用，繼續衝擊。給他喏，小楊媽媽起到給他調錢困難，有冇 ？Hello， 嗨，你們好，你們會 ？Hello， 就用問候，同大家問候。嘿，同大家問候一下，問好一下。來，你是姐姐。大家好。係乜個名？趙昌恩。趙昌恩。跟什麼人的安珠？為什麼是安珠？哦，小名是安珠。你小時候長得跟小豬豬一樣可愛，對不對？是因為我屬豬，然後我是周成安，然後有個安字，安姑。哦，小豬哎他因為小孩子啊，剛出生的時候都會安居，很多小孩不是安姑嗎？安姑對安姑魔法情處就變安珠，哦，英國安的得來的小名，哎，其實講假名又叫安的，對啊，他就安嘛，對啊，安珠。啊，姐姐的泡芙，你的名字有個泡嗎？沒有。喜歡吃泡芙。英文名字是 Puff。哦，英文名的 Puff。英文名有叫 Puff。有啊。哦。他是 Andrew。Puff。所以他叫 Daniel 就大牛啊。Gina 就是吉娜，係冇？哦。按我名有意思哦。有意思。哦，兩位同離婚呢？幾多歲？幾歲？你們現在幾歲？9歲。9歲，你多歲？佢講會6位哦。啊？2歲。2歲。6歲。6歲啊！6歲啊！9歲6歲。哎呀，跟讓我上我來創客家歌的啊！讓我上我來創客家歌的。客家歌，慢音高唔衝高。林杰雄老師，還有陳雲勝老師，還有謝啟國老師，他們有教我們。哦，林克雄先生、謝啟國先生，還有李林先生。3位老師齊力搞人家掉，搞唔掉就錯了。哎呦，難怪很厲害哈！學幾久嘞？學多久了？從2年級開始學。2年生啊！你現在幾多年生？你現在幾多年生？9歲3年生。3年，真學1年嘞，天天。學1年，按學9個，1個。你學1個。你學多久嘞？1久嘞？啊，你學了多久了？我都聽到了，從中班開始。中班開始。姐姐說從中班。那他學的比你還久嘞。嘿啊。對不對？記得還大班黑嘛？從1、2年級開始啊，然後他是從中班才開始。中班對呀。差不多。對呀，所以他現在。咩係好年人啊，差唔多啦。哎，佢兩位同你好嘅咩係行業家庭啊？之前有來你節目比賽嘅韻詞。韻詞嘅兩個小朋友哈。啊，我有印象。有印象哈。這你的小孩啊？兩個都是哈。對，2個都是。媽媽又要生一個了。媽媽又要生一個了。誰叫你現在爆料？我也看得出來。對啊，真的哎。都是太身懷6甲，現在幾個月了？一周正月的。未8個月嘞。我未8個月了，還有人，你人就會公子了。是啊，對，有人就會公了。哎呦，你要多一個弟弟還是妹妹？妹妹呀。哦，落妹哦。你會高興嗎？高興啊，確定。你會不會想說，哎呦，再生一個，然後你的福利什麼就會被他搶走？對，因為他覺得他只會跟我搶玩具，然後呢，他不會跟他搶玩具，他覺得很舒服。哦，他只會跟你搶玩具哦。他是這樣，媽媽要照顧他是這樣覺得。3個人很辛苦。哎呦，就是擔心媽媽要照顧我們3個人很辛苦。哦，真的哦。哎呀，那你們2個就不要讓媽媽太擔心就好了。對呀。對不對？幫忙媽媽帶妹妹嘛。那從今天開始，你們就自力更生哈。對啊，然後早上可以去街頭唱山歌賣藝，好不好？好像也不錯哦。然後早上自己起來，自己煮早餐。早餐吃完，然後就準備書。大班我不會煮早餐。他才大班不會煮早餐啊。因為你擔心媽媽太辛苦啊，所以你們現在要學習獨立自主啊，所以就要自己煮早餐。
然後回到有沒有？然後自己準備書包，回家把那個書包放好。自己準備書包有哦，那就很棒啦。姐姐也是啊。回家家裡要幫忙爸爸媽媽打掃房子，會嗎？可以嗎？會哈，有時候的啦哈。對啊，然後我們都有錄影哦，你知道嗎？錄影存證哦。對啊，我們有錄影機哦。哦，錄下來。如果你沒有做到的話，我們就放影片給你媽媽。對啊，你會遭天打雷劈哦。哎，不行哦。不要，沒有那麼嚴重啊，沒那麼嚴重啊。你要記得做到就好哦。要記得，要乖乖哈。要用個銅夾梅啊，夾梅以後沖3個，他加個的時間騰騰。真的強啊，沖的。哎，就會騰騰。深夜就會啊呢。嘿，哎，真的就會。爸爸媽媽土等，呀阿公阿婆土等，就會好許多傳統的客家的。對呀，哎，沒懂我搞啊。很好玩，對不對？學唱歌很好玩，很好玩啊！對啊，你看還可以上舞台來唱歌。等一下，如果你們有超過190，下禮拜如果有超過190，對，就有紅包就可以抽嘞，好吧？對呀，而且姐姐還要有加分題要表演，對不對？哎呦，有加分題啊！你是不是有特別的才藝要表演？烏克麗麗哦！哎呦，好，來，我們來看他的。鄭仲偉老師教我的。哦，鄭仲偉哦，鄭仲偉那麼厲害啊！鄭仲偉他會彈烏克麗麗哦。哇！我以為他是吉他老師哎。吉他跟烏克麗麗不就小一點的？他也會啊。他也會哦。鄭仲偉我也很熟呢，你知道嗎？他是我好朋友。之前常來吧？是啊。常來啊，他今天也來啦，對不對？只是現在素顏，我們鏡頭不想帶他了。對啊，他今天來盯你哦，看你表現。你要好好彈。你敢在這邊亮出老師的名字，要好好彈。好，來，烏克麗麗的表演哦，特殊表演來。就是不安分，你知道嗎？都唔掉，都唔掉，你就想要刷存在感。就是音樂一下，你就是想要就對不起，我替那個壯壯鼓手老師對不起哈，剛剛影響你彈烏克麗麗。對，哎呦，彈得很好哈，很棒，沒衝得懂吼，掌聲鼓勵一下啊，真的好棒！哇，啊，才藝表演完了，那我們要來聽老師講評了，好吧？好吧，好，來，請欣賞，來公平哈。好，我第1擺彈到個羅山個涼沙瓊下唱的時節吼，又唱出嗰種卡農的感覺，真係，係非常嘅冇簡單。我想按時嘅演歲做啲體育跳球咧挑戰羅山個都冇簡單嘅啦吼。韓國幾多嘅發音嘛當標準，吼，是講幾多嘅咧合氣係講表演啊吼，然後係用辦嘅形式瓊下唱嘅一些默契再培養一下，可能是弟弟緊張啦，我相信呢，他們好好練習，做得就很好嘅表現，是嗎？啊，這哈，你是衝到以後嘞，對啊，第一次來會比較緊張，多練習，多練習。下禮拜你們就要默契要培養好哦，好嗎？好吧，要回家就吵架。對呀，唱得更好一點，才超過190分才有那個可以抽紅包，好嗎？好嗎？好不好？哈，好，謝謝泡芙和安珠哈，那我們先。我們要去宜蘭住飯店。你們要去宜蘭住飯店呢？你跟我講這個幹嘛？他是希望你投資是嗎？他好可愛啊！你們他客家腔出來了。那你住哪一個民宿啊？需要這麼細節嗎？啊，對啊，你那個民宿一間多少錢？我為什麼要跟你說呢？好嘞，好，俺永就來看泡芙還有安珠的分數嘍。好嘞。哎呦！哇！97分呢，很高分呢，97可以嗎？是夢慶上哦，對，97。他禮拜9是什麼時候的嘞？
就93，就有190分。好，下禮拜隨便唱唱，腳拉一拉就好了。對，烏克麗麗也不用表演，沒關係。好，請回座。好。哎呀，安珠姐，好，胖虎安珠，將正義畢業當中籌。好，謝謝哈，謝謝。很可愛。對啊，只是媽媽可不可以幫他取一個比較正常的名字？不會啊，有沒有懂得影響啊？還有小豬豬、小夫婦這樣子哦，懂得影響哦。好來，沙來彭思琪還有彭思穎帶來評判。好來，彈開啦。你好像有才藝表演，對嗎？客家捧跳。哇，會動捧跳，厲害咯！厲害！我是覺得可能那個節奏。不叫不一樣，你可能要那種曼菲斯的那種感覺。曼菲斯，哎呦！唱歌的字啊，我唱歌歌的手，唱歌叫打我嘴，上道色彩的水白腿呀，水白腿。彭思穎、彭思琪，哪有可能雙胞了？很強啊！東槍啊，兩兄弟吧？兩兄弟，哪一邊哥哥？哪一邊弟弟？哥哥還記？你這好像是他犯錯了。對啊，是他的問題。幾個哥哥，你弟弟嘛？嘿。啊，兩兄弟，同大家問候一下，問候一下，來，介紹一下自家。大家好，我係彭思琪。哎呦，彭思琪。大家好，我係彭思穎。彭思穎吼，第一拜來哈，假音一種講到彭思穎。所以第一拜來要緊張嘛？唔會，還好。還不錯的，只有兩兄弟咩可以槍斃跳下給安珠還有泡芙。較穩了，你看哦，你看安珠，你還不用強鬆嘞，哦，你看坐着跟那個，你看他坐得很瀟灑，觀自在菩薩一樣。夠大很快，現在很輕鬆了哈，唱完了。他剛剛很chill這樣，很chill這樣，低順哦。第兩場咩可以動吼，張奎是衝個通走。沒動就強用啊，停下來，沒強下停下來。哎呦，這是哪一位高手老師搞的？嘿，欣賞黑馬啥？黑馬車起貴，車起貴欣賞。哎呦，我們的最敬重的謝。一開始就請到青理會青山嘅欣賞的好戲，啊，難怪伊創出嗰種韻味出來。韻味糖起來就會冇咁樣。雖然講係含喺聲音嘅悠嗰種聲音，你兩首好似嘅山歌好幾久咧？嘿，有6年咧。6年哦。兩啥都係哦。哎呀，強阿姨學嘅係冇？係。就係慢言單語嘅。阿婆老阿公。阿婆阿公根本有來哈。哦，啲嘅片有冇？哦。是怎樣？是隔代教養，是不是？
哦，嘿哦。真的嗎？爸爸媽媽他無限禿，他無限禿，就天天阿公阿婆安用。係啊，上世代都胎啦，係嘛？係，真的啊，啊就天天就以後三個安用。係，咩自家有興趣啦。係啦。係啊，哎呀，阿公阿婆帶到好，兩位看起來都乖呢，係咪？係啊。也係咧，係表象聽聽。不卡唔安用。係啊。對。哦，你們在家裡是有多皮呀？至少點我會幫阿公阿婆面子嘛，嘛。對，你在外面要做出那個樣子來嘛，對嘛？哈，所以阿公阿婆這樣帶你們去學客家山歌，你們有沒有覺得，是一件很開心、懂功用的事情？沒有，沒有，為什麼？可能啲學校地位度嘛，還是有機會衝山歌吧？希望嗰有辦地位度將會衝到山歌哈。係哦，像阿牛妹做的港語嘅兒童合唱團啊，對，客家兒童合唱團。我跟你講，改天那個升旗典禮或是什麼，或是突然，比如說要上課之前，有沒有學生已經都回教室了，你就站在那個操場中間，山歌了來唱啊，就唱一下，哇！就會有人拍樣片，你就紅了。對，你就紅了。然後你在學校，還有這個整個台灣，你就紅起來。會本欣賞嗎？會本欣賞嗎？遲到。嘿，你講下課的時間啦。沒有，我在發揚客家文化呢。對啊，對吧？嘿嘛。試一試做看看，你唱，然後哥哥在上面偷拍。嘿。或是哥哥唱啊，你在拍。嘿。然後把它破。兩兄弟安樣破起來，好嗎？玩一下。吃寬啊！搞不好就很多人看，就會點閱哦。嘿，羅時豐幫你轉發，好不好？好，OK，好不好？好，好了。做的，哎，佢哋咩動力會呢？對。哎，佢兩張演技，合法算講得不差哦。講得不差啊。哦，係唔係？合法同乜人學嘅？阿婆同條都烏卡都講合法。所以府上交流就全部糖的色的，係啊。糖的色，你唔會講啊？你係嘛？完全唔會講。完全唔會講哦。阿婆講完全唔會講。唔會講哦。都烏卡講客。全部講客。啲烏卡全部講客係啊。哦。哎呦。難怪佢都做得。嘿。係啊。雖然講有啲問題要想一下。係，但是我用蠻肥單。所以我要講客嘅聲音，加唱出來客家歌就特別有味道。健拗嘅詩韻合張。好來，繼續加油哈！唱出來唱評審欣賞，批欣賞公平一下。好來。我愛吃到呢兩位弟弟哦，跟老師同章，然後呢，從嗰個專業呢，沒有轉出來。平板呢最難嘅比數呢，就係廿個老師地位度嘅虛字，佢個老師同章以外，專業都轉到清好，故所呢本期都有清高嘅分數啊。哦，清高嘅分數啊，談到重點了喲。啊，你兩位上咗幾多分？100分。啊？100分。呀，有自信係好事情。係啊，好，來，來看一下彭思強有彭思穎嘅分數。好嘞。哎呦，真正97.7分。高分啊！2.7分，嘿，好嘛？有歡喜嗎？有哈哈。他禮拜衝92.3分左右誒，嘿，好嘛？做出獎啊！強鬆衝，好嘛？哈，謝謝哈，謝謝。什麼事情還有視頻？好了，這邊當場哈，謝謝，很厲害哈。來，殺下來，殺落去彭玉陽帶來3個字。好嚟，彈講啦，係。
你好，用你好，用哎，用哎，你叫了哦，做嘛？不用輕鬆，不用輕鬆，緊張哈。啊，有些緊張。冇呀，創到動不難，你都緊張啊？創到動好呢？嘿，迄動好，動讚呢？迄動好，動好，動好，哎，真的。主題給我對對，很好 Q。對啊，你踢敗來安尼節目嗎？踢敗來。踢敗啊！哎呀，用感覺當面說嘅。哈？你做得用麥克風講法？嘿。也喺之前有參加過其他嘅天才兒啊嘛比賽是來過，有嘛？有得名有來過嘛？冇得名。啊冇得名，不過有參加呀，參加咁多比賽啊。哦，唔記得誰？孫醫師。孫醫師，按到乜嘅名？同大家講一下。彭玉勇。彭玉勇。玉勇，孫醫師按好似從三個幾多幾久咧？6年。6年，安樣嘅開始學安尼山歌嘅，就係妹妹嘅漢語欣賞，就知道佢講嘅漢語真好。哦，妹妹講嘅學法比人啊好。講老妹啊？妹妹，伢老妹係嘛？哦，伢老妹也要講學啊？會。係啊，講到慢言講到較好。唔較好嚇？唔啲哦，都清好，都清好，嘿。但係佢安尼講都當好啊。嘿，啊，欣賞知道咯，人家妹妹講漢語講都當好。啊，結果咧？就聽人你去車去過欣賞嘅比上課。咩去過欣賞呢邊練山歌係嘛？哦，因哋去前期練也係欣賞我來到人嘅附近咧。做假。前幾天哦，前啊，車幾個時間全部啲苗練呢？叫去步行。哦，有去步行嘅片嚇。哦，步行嘅。頭影嘅片咪有去就出嚟。哦，所以。佢開課嘅時間就去上課。迄唔似家去阿婆啊，也蠻嚴帶伊。媽媽老爸爸帶我去。哦，媽媽嗰邊係媽媽係嘛？啊，媽媽佢唔去啦。哦，跟住係唔合法清理開嘅妹妹係嘛？係嘛？妹妹同上到動腔樣。誒，動腔呢？腔樣動講呢？妹妹腔樣按講。妹妹有衝山歌嗎？有。哦，咩有啊？哎呦，啊弟弟咧？弟弟妹妹。哦，妹妹哦，都係你去漢語家庭就出嚟。對啊，全部地方啊，全部規天一天講學都出嚟係嘛？吃也宜，吃也宜。哦，他們3個自己在家會對話，不用大人。他不用大人，他自己就會講。自發性的講客法。用客家話的對話呢？哦。哇。媽媽就調試，媽媽談的是吧？我不會講啊。啊，不會講哦。我老到那幾個調試本唔談唔是那樣。冇可能，我不會調試講冇腔嘅，我嘅本地流談。哦，所以你要不啲部卡通嘅對話都出嘅。對啊。哦，咩喺講下漢語家庭啊。所以媽媽也有去歌唱班比賽嚇，唔係唱歌唱流行歌。佢唱山歌唱流行歌，乜嘢講嘅？媽媽。差幾句欣賞講嘅。女兒跟你吐槽咧，對，唱山歌唱流行歌，咁用，佢用啥玉米餅啊，然後嘅意思啦。哎呀，好識，好嘛？對。哦，山歌兩冇簡單。那你會用客家話講嘅呢？阿媽的內褲360度。給嘛？會嘛？其他唔識啊？你們不知道？他們都知道啊。你用客家話講。阿婆嘅大夫誒，360度啊！你很幾好聊咗嘛？好嗎？反正現在小學生不是很流行嗎？對啊。社上哦。對啊。社上流行嘅東西挺多嘅啦，講英語冇共用咧，係嘛？對啦。你咩青春社上呢？啊？兩種東西你都敵呢？所以我們要接觸新的東西呀，流行的東西呀。年齡層偏低了點，羅哥。啊，真的嗎？哎，我就是少了這一大塊，哎呀，冇童年的想法，係嘛？對嘛，雖然現在這個生育率比較低了，但是還是很多小朋友啊，對嗎？哈，如果讓他注意到我們又可以延續更久的時間，對不對？對吧？對吧？才藝給到個想法，是不是？對嘛，對嘛，哎呀，啊，來，你好像有才藝表演，係嘛？啊，表演什麼？客家蟛條。哇，我講蟛條厲害咯！厲害，來，客家蟛條。好了，要不要節奏？需要節奏給你嗎？
都可以哦。來，節奏組，節奏組。都可以，一個青菜啦，哎，跨力了，哎。這個節奏可以嗎？太快了，會不會？不會啊，稍等哈，好，來，喂。無搭對來色彩就無搭對，求年愛多天使打擂台，價錢那強就很愛來做愛。愛嗎？海愛拖到伊個來太橋妹，講到麥嘅記就會，講到做妹記也會。做家務就像無該，講到做衫記也會，做家衫就像鋪台，講到做夫記也會，做家夫頭就像個阿嬤在，講到種菜記也會，家開無兩擔水。就強會掀開，講到創歌的記也會，創家歌的就唱個叫大五個在，上到色彩來水白胎呀，水白胎。哇，清明節嘛是水白胎呀，不能用蔥嗎？今天晚上鉗音啊，鉗音啊，還有羅英英老師來，嘿，嗰種鉗嘅嗰種衝法係嘛？哎呀，應該知道旁邊有聽咧爵士鼓有些怪怪，是否有點奇怪？還能要唱那種響板的，對，不是，我是覺得可能那個節奏比較不一樣，你可能要那種曼菲斯的那種感覺。曼菲斯。對。哎。好，從頭來過一擺，好來。用從嘞。樣樣機嘅做伙。樣樣機嘅。唔好意思，真係唔好意思。去年愛到客家大擂台。哎，用啊用啊。開愛拖到伊來太橋妹，講到麥雞記就會，講到做妹記也會，做地妹就像無嘅，講到做衫記也會，做家衫就像鋪頭。哎呦，聽到咧，聽到咧。記也會，做家夫頭就像個阿嬤在，講到種菜記也會，一開模兩擔水就強會掀開，講到創歌記也會。創家歌的就唱個叫大五個在，上到色彩的水白胎呀，水白胎。有嘛？有嘛？亞種感覺都對的啦。香港人的感覺。就是傳統現代結合。流行結合啊，對不對啊？所以剛剛是他的問題。本來就他的問題啊，我們從來都是樂隊老師的問題。莫講你來賓的問題啦。對，以後我同講，那大旁調的時間，你就跟老師講，抓了 beat 這樣。抓 the beat。抓了 beat， 嘿，記住。Drop the beat。抓 beat。沒有，你就說抓了筆，抓了一支筆，抓了一支筆，抓了筆，嘿，好，抓了筆，嘿，他就出來了，嘿，嘿，嘿，欣賞他們時，你就講羅時豐幫你的哈，那他們就會不理你。好了，來，創設來搶分分欣賞來公平一下。今晡日了，當歡喜啊，從頭到尾笑到了哈，其實你個聲音呢？現代學呢個客家山歌，本來就一件冇容易嘅事情，係非常難得嗬。感謝呢個製作單位，製作呢一種聲音呢個單位。雖然呢，你從呢下按到各種啊音樂，咁呢聲音呢現代學呢個客家山歌，就係一件當冇容易嘅事情，雖然呢，佢都唱嘅歌冇唱，大人唱嘅按有準備，因為唔過佢都越聲音就會記得講，我細細時節，要去上過電視，唱過山歌，呢一就係一種呢個客家山歌嘅種子樣嗬，買啲奶度咧，漢擺定佢都大咧就話成長茁壯。
伊就為了安尼個客家山歌傳承下去。嘿，俺基本嘅玉龍蟲嘅了條山歌詞吼，從頭以後，我講緊感覺以後，唔過個小可本嘅建議下吼，個山歌詞係安尼三台曲調地步，而且節奏係輕快吼。為了個山歌詞嘅個韻味氣氛，做得多多練習佢嘅節奏嘅部分啊。可能佢年紀較細啦，做得向了這方面去練習。禮拜就會緊張啦。有啦，佢根本佢平常應該從得動。不過佢根本嘅旁頭就加分咯。又加分啦，非常讚，又加分咯。繼續加油，好嗎？繼續唱呢個客家山歌哦。好，來，好來，我哋看本書了。看本書啦，看下本書哈，來看一下彭友勇嘅本書。好來。目前僅9分哦，98分。開心嗎？歡喜嗎？有歡喜嗎？歡喜哈。啊，好，不用緊張，不用緊張。哎，到現在還很緊張。他還有點緊張哦，有些緊張的感覺哈。啊，志生，好，游泳，下一歇困一下哈。休息哈。不用緊張，我唱給安珠按輕鬆。好，來，你坐着，好，來跟他一樣，腳翹起來。對，放輕鬆，放輕鬆。我們駝背。你在家裡都怎麼坐着，怎麼躺？平常在家都怎麼做？對呀。會像彌勒佛這樣，大佛這樣。躺側邊這樣不會，不會啊，不會哦，好了，輕鬆就好，輕鬆就好。女孩子比較那個啦。哎，好了，殺好了，殺落去戰義雄帶來落山歌。好嘞，躺過來。我山歌好教嗎？嘿，你媽媽去教你嗎？你媽媽教你的嗎？你個山歌的媽媽。對。哦，係哦。你媽媽教的，知道的。嗯。哦。莫翠英都不會請其他先生教。全部。就媽媽搞你的時間，我講我不要學，我要學這個幹什麼？這樣會嗎？有啊。你媽媽靠這個賺到多錢呢？媽呀！係啦，因為得會心情嘛。因為佢係2隻禮拜長來好學山歌，係千叫冇搞記咧。蘇哥來嗌搞啊，嗌算便宜啲哦。嗨，詹義雄。你好。有見面了啊，係咪？你要不要去加一上銀松台哦？當緊張嘛，會嘛？
不會，不會啊，啊！佢之前都空在講沒，好不好？哎呀，師出名門吶！哎呀，媽媽就會按那個小屁嘅，冇嘅，強用暗講，係嘛？係嘛？係唔係當地人啊？媽媽每擺都會變出來，係嘛？變來啊！今日唔來也係媽媽變的嘛？唔自家演繹來嘛？也係人媽媽變來嘅。嗯，媽媽逼的。媽媽為什麼要逼你？知道媽媽變來送。那你為什麼又要？對啊，我沒有要啊，他逼我來的。你沒有要，他逼你來的。對啊，那你就答應了。對啊，那你這麼沒個性哦。原因係乜嘢？係啊，知道嘛？叫佢拿錢本，錢本係嘛？今天去露營有通告費啊。係嘛？係嘛？啊，通告費你自己可以運用啊。中飽私囊，係嘛？嗯，所以廣東仔咩逼到錢的呀？逼到通告費來的啊，要不然就是媽媽逼着。不然媽媽逼有用嗎？學三個好教嗎？係你媽媽自己教的嗎？你媽媽教你的嗎？你個三個會媽媽？對。哦，係哦。係媽媽教的，知道的。嗯。哦。冇吹音都不會請其他先生教。沒有。全部就媽媽教。佢媽媽真唔會本其他人教咧，我生起來，要試嘅啦，試嘅聲音我用咧。媽媽自家都唔會喊到松本人教，對不對？對，嗰都唔是啊。係嘛？哦，哎呦。啊，媽媽搞你的時間，我剛剛我不要學，我要學這個幹什麼？這樣。會嗎？有啊。有啊。你媽媽靠這個賺咁多錢呢？係咪？係嘛？佢教本同佢強用會衝，就做得賺咁多錢呢？教青島學生嘅呢？係嘛？唔會想講，像媽媽用高中都學生嘅沒以後嗎？啊？會嗎？像媽媽這樣教很多學生也不錯啊，對不對？媽媽就是這樣教學生，然後可能有一些這個固定的收入。對啊。對嘛？這樣有辦法把你們這樣慢慢念都太呀。這樣有辦法不了啊？你現在是不是讀音樂班？對啊。對。你看。音樂班好嗎？該。鋼琴啊，小提琴。鋼琴然後小提琴，我花幾多錢？對不對？小提琴100好到上百萬呢，應該是普通的吧？普通的吧？我買比較便宜的。比較便宜，幾萬塊的那種。等他技術到了再說嘛。對啊，但是小提琴課、鋼琴課那都當貴呢，非常貴，非常貴啊！幾個寒暑假係就會政府某部出嘅，水彩兒開嘅，有啲留線上啊，開到1點鐘50分鐘哦，2000、3000、4000都有。都有啊！跟你限2000呢，要4000呢。愛手限2000可開始，愛手也很自家搞，就線上可以結到愛手。哦，看佢喜歡那隻線上就會給別人送課啊用。係，他都不喜歡，都冇，還是他根本不喜歡小提琴跟鋼琴。唔係，係因為線上都懂樂。哦，嚴師出高徒嘛。對啊，你看那個周杰倫有沒有？他從小他媽媽是拿着那個竹條。對不對？你只要努力到高中就好了，對不對？高中周杰倫只到高中而已。我很欣賞會彈琴的人呢，除了小康以外。小康是特技，小康是機賞，對不對？小康老師羅哥更欣賞他的笑話方面，對不對？他才華洋溢。哎呦，今天音效師有來。然後反應機靈。反應又強，係嗎？然後他的邏輯跟我們大家完全不一樣。彈琴這種東西，會彈琴人多的是，對不對？但是像小康老師這種會彈琴又好笑的就不多。不多。哎呀，對，真的很少。沒，從點樣做來？佢學師佢喺音樂班呢，學嘅鋼琴還有小提琴嘛，係嘛？所以你今天想要來一段鋼琴表演呀？你要展現一下你的才華嗎？鋼琴我們可能要搬整台鋼琴。鋼琴可能就請小康老師先走開，好不好？示範一下你的情藝，還是小提琴？小提琴啊，小提琴啊！好，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才藝表演。義雄嘅小提琴哦，來哦。
哎哈，這樣要學多久？啊，還好。好幾久哎？沒某一久哎，1年哦。剛剛老師有跟到你嗎？原本沒有，原本沒有跟到，有啦，有一點點，後來有跟到，對，還不錯，哎，哦，這1年多，就是哎，我跟你講，會拉琴、會彈琴的女孩子特別有氣質，就跟你一樣，對不對？同樣，對嘛，哈，沒同樣，沒媽媽同樣，按講，按有氣質，哎，好來，那我們就這個看。充實了啦，我想唐先生公平一下。那邊要來公平。英先生。哦，英先生啊，哈，好嘞。幾個先生地方說哈，我來講。好，唔過哈，我想這邊這樣比較客觀一點。係，然後這邊從嘅羅山個當然啦，從嘅當好哈，唔過係講最近我講喊下做得喊下進步計劃，佢就係缺少一點點本人媽媽入嘅嗰種自信。媽媽以前那種自信度，你要學起來。對，就是頭先就講到嘛，面皮會較噴的，面皮會較噴的誒，唔是強，太上衝，按用衝起來會喊下軟米，喊下醬，喊下牛肉，從媽媽共用。同媽媽共用啊。以你媽為標杆就對。對呀。但你媽媽以前不要臉呢。這我可以認證。麥克風到她手上，對，沒有開都很大聲。對，你要學媽媽的自信。媽媽上音咚後堂，又軟又講，媽媽連破音她都敢上台了。對啊。這個會被我講一輩子了。他來鬧熱見一次講一次。張宇香是不是已經聽過3次以上？不過是這樣子啦，就是通常吼，就是起價給讓外告啊，自信度會較少，然後係考試的，因為媽媽給繞 Q 啊，韓國弟媽媽給表現，嘿，媽媽給表現，安陽已經到天花板了，所以起價而從媽媽安陽去為去到反正愛冇可能從到安陽型，就會自信度比較少，對，所以這個需要我們其他旁邊的人鼓勵機。對，而且你這樣從小耳濡目染，你看你雖然可能有點抗拒，但是哎，你要從表現都懂後啊。佢咩行音樂的？對呀，音樂系的，對不對？沒用音樂的嘛，很棒很棒。好，來，看一下，加個分數哦，看一下咱義雄的分數。來哦。哎呦，97.7分。你媽媽故意的。你這樣挑食哎，回去你們會不會吵架？不會啦。不會嗎？為什麼其他老師給我98，你給我97？你什麼意思？你可能唔對啊。你說清楚，你什麼意思？哦，其實我就知道啊，因為佢係好音樂班，嗰種佢創作嘅世界，唱某個傳統歌曲嘅迷思，就是像人家合唱團唱的那種方式。哦，哈利路亞。按用起來唱歌嘅，我就有教佢講，唔好唱好教按用教人嘅方式來唱歌。冇唱迷上按用唱。佢就歌唔聽啦。把嚟聽聽得來嘛，唔按念嘛。係啦，因為佢會心情嘛。因為佢係2禮拜上來好學山歌，千叫冇教佢咧。說過來愛教啊，愛算拍便宜的。好，等一下來。2000到4000隨便你喊。係啊，都收得啦，你隨便喊價。隨便喊。哦。對啊，我覺得美聲。2禮拜都厲害的啦。哎呀，2禮拜，哎呀，美聲的唱法有美聲的不一樣的感覺。以前跟冇聽用曲風。你的熊悠蘭先生啊，落水天，落水天，它也是一種表現。羅哥那用衝來真連胸咪了。表示講啊，用衝沒有那會一種咪西啦，高度不太一樣。好不好？史蒙義雄還有1禮拜哦，哈，下禮拜加油。好嘞，好，這一次是97.7，好 OK，好，加油，下禮拜加油哈，好，下禮拜的出獎92.3分就做得了哈，好，回做休息，好嘞，他還很疑惑要不要下台，下來總心意帶來3個字，好嘞，等可啦。山歌兩春啊，春
100分吧。從來老蔣，伊算迄上做的老蔣嘞。冇100分要98啦。哎呀，至少破代的。你下啲曲統物係學教嘅，佢音樂高中的吧？音樂課嘅。音樂課。迄物係莊敬高中係嘛？冇啦，冇暗燕啊。冇暗燕。在那個中壢的那個啟音。哦，啟音嘅片。而家音樂課啊？有。哦，而家喺當到學教音樂課呢？咩冇青島呢？莊敬老啟音算係挺有名嘅，音樂課高中來講。我基隆是青年中學嘛，就獨只有青年中學。青年在台中。青年倆有。所以好像還有，哦，好像還在吧？有啦，音樂課應該還沒倒閉啊。冇啦，有。音樂課大部分有分乜嘅？你睇片學乜嘅嘛？唱歌也彈琴也乜嘅？有我學校有分那個古典組跟流行。哦，流行組，那你是哪一個？古典組，古典的。你是古典組？對。哦，古典組都要練什麼？要練古典三樂了掉。有沒有？但古典組跟流行組還是有差，就是他們的那個考的大學還是有差。就是我們古典組的話，就是會考那個術科大考，然後會就是到時候大學就是考太後的音樂，就是他純就是古典樂這一類型。然後但是流行誒。就是他們的同後，他們準批的東西全部按到，他們就是比較，他們就是專他們的自己的那個主修，然後其他就你們比較走你們術科這一邊，對不對？像連唱歌呀、彈琴的古典的走，所以你是負責唱的部分還是樂器的部分？主修是那個聲樂，聲樂哦。古時候你還有好喜唱聲樂的，有，貴中花式女高音那種嗎？我是沒有到花腔，就像剛剛那個落水天，對，沒錯，是這樣，沒錯。落水天，你做得吃快了嗎？用聲樂來唱。你們學校是唱這首嗎？沒有啦，你學的東西那個人。來，你說直接，對吧？那個不是女高音嗎？但是花式女高音啦。可以嗎？厲害，可以嗎？哈，厲害。哎呦，小康老師做的了。厲害。沒有。那小康老師來一下，來。我嗎？沒有。我只會唱那個。以前這樣也可以有一首歌，真的好厲害。後來唱奏。我剛剛那個來弄一下，示範。那個是高音的哦。唱剛剛那個。你用自己有練過的就做得了。那你比賽得到第一名了嘛？女高音嘛。全國音樂比賽冇你唱嘅。114年度就去年哦，前年哦。沒有啦，是冇啦。今年啦，114年度呢？也115年呢。嘿，但是因為他那個是就是他是寫去年就是比賽入圍全國賽的，然後他今年才辦那個就是全國賽。今年突上辦，所以他就寫114年。你超馬愛國得到第一名。表演一些團的做得嘛？來。哦，好，來。聲樂是不是不用麥克風？好，我拿拿會。董燕拿，不用他演的喂。好，來。還要繼續嗎？我正享受你，對，衝到唔聽啊！還要繼續。自己哦。其實
亞素黑全國賽的曲子，那是我的我最近練習的曲子。最近練習的歌哎，沒衝的以後啊，這也是經典名曲啊。對，哎，有時候那個聲樂唱了，哎，會讓人家哭。給馬皮，那不是起雞皮疙瘩，是會讓人家掉眼淚。根本就唐不是，有的意大利文呀嘛，其他歌可以演。黑意大利文。意大利文啊。大部分呢歌曲應該都會意大利文。意大利有去過嗎？沒有。此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哦。對啊。很漂亮。很漂亮，就是很多這個古蹟歷歷在目你面前，真的。有機會嘛？那全世界，你繼續按用好戲下一本自家精進，就有機會全世界各地表演。但是去意大利哈，你2件事情一定要很注重，腳力一定要很好，因為他就一直走。他很多地方車子進不去，都是石板路，要不然膀胱一定要很有力，因為他廁所某偏瘦，公廁很少，你要上廁所要錢，至少要1塊到1塊5的這個意大利。你在台灣進行東風偏瘦還有愛錢，錢的，對，他們在上廁所要錢，很奇怪呢。好，來，從這裡搶屁欣賞公平一下。我知道呢，是咪基本上從無論佢幾個音色、台風都表現到挺好。還有你個痴心圖，沒有做出來，看起來冇像係聲音的大擂台，很像有點專業級的那種擂台賽。嘿，唔過最尾一句我知道人家嘅美音，其實三個字啊嘅最尾一句像弦啊，突然就降下來了啊！我是覺得這個斷層比較大。好。假使講我從個吧，像頭先嘅三個字嘅妹妹，朋友用劍咩係暗用戲，唔過你係有跌下來一些咧，先緩坡下來之後才掉下來，唔過青頭小朋友就會。突然之間掉下來，斷崖式。嘿，我知道嘿，慢慢的中間不要有那種突然斷落的這種感覺，可能會更好。這麼你看到那個剛剛一點點那個腫。哎呀，有糖豆。那個很屌哎。哎呀，冬藕糖。好，好來，來看一下夾個分數來。總心意嘅分數。什麼欣賞？99分呢。如果純金系列，他禮拜係99分，可能就唔清9分，你有優先選舉權，好不好？好，優先選牌的哈。沒有優先選牌，很馬上，因為他都嘅分數就做得出來。OK，好，恭喜，什麼用力自己樣子噻？好的，動力會呢，真的動槍，殺下來，用天意帶來平板。好嘞，彈個啦。
愛用風嘅。哎呀，千億哈。哎呀，上到擋槍啊！啊，真係用，想用還是上到擋槍？等一下。擋高追呢？係啊。係啊。這樣有點像那個什麼，那個叫什麼？什麼？就綁着兩個那個安娜貝爾。安娜貝爾。亂講。第三單等一下。係嘛，千億你好。你好，你好。用客家話同大家問好啊，來。大家好，我係用千億。用千億啊，千億。千億啊。千億哦。香港嘅客家話講得懂好。非常好嗎？係啊。你有去考客家認證嗎？還忙吧？有考嗎？很忙哦。阿布卡啲全部都講客家話係冇？係。哦。同阿婆、阿公、同爸爸媽媽全部用客家話嚟溝通，都錯嘅。係。哦。阿公阿婆。阿公阿婆根本要來哦。那可以比係阿公嗎？阿公冇來。阿婆還有倆係。媽媽係嘛？阿妹。阿妹。哦，叫媽媽啦。媽媽。係啊，所以有客全唔可以講嘅呢。其他語言講，全部用一落門就一聽到講客都錯嘅。還有國語。都有啦，吃演義啦，就親吃演啦，第二部卡用廣發的時間。對。但是用聲音演嘢多些。生意衰，哎，真係很講，會講啫。會講，唔但唱會講，佢還會唱。係嘛？客家歌誒，客家歌係自家唱嘅戲學嘅嘛，也係講阿婆都唔去。我自家唱嘅戲。自家唱嘅戲哦。真係啊！你同埋以後唱客家歌。係啊。車起過。哦，車起過。係。佢唱啲講嘅朋友講，同埋以後車起過。車起過先生係嘛？哦。哦，但是會講，還有會唱，還會跳舞呢。還會跳舞哦？對呀。你還會跳舞哦？你會跳 K-pop？民族的舞頭，哎呦 ，K-pop 哦。K-pop 好像有跟你們團體去比賽，還有團體哦，都第一名係嘛？啊，厲害哦！哎呦，哎呦，你要跳跳看嗎？可以嗎？先不要。哦，先不要啊，先不要。那你就別忙啊。到底先不要是要還是不要？哈，就是不要。就是不要。好了，好嘞，從頭來向文芬先生公平哈。倩如根本嘅幼下緊張，我係人學特性，英語老師講嘅，唔來學個佩如老師，不要臉。哦，面皮他噴一些嘞。不要臉，天下無敵，上了台就不會怕，就唔會上台就唔會驚咧吼。嘿，喺你唔是繞口講成日咧了，對山歌唱幾好。佢都很會唱吼，就非常難得咧。你就係本佢都一定要鼓勵。嘿，尤其係咧，佢根本佢唱嘅咧屬平板吼。佢下從個專業嘅素材，下次係不管你係從平板、山歌子、羅山歌，佢從人打擦腳踏比較耐度咯，每一步一腳印來腳踏實地，含個專業嘅時間吼，轉下人到吼，係你就個山歌彈起來就冇強咗，喺成日咧上當然做唔得到個台語嚟個韻味來比，唔過。我感覺佢係一種聲音咧，生係一種清脆嘅韻味吼。然後台語唱嘅山歌就冇強咗。你做得用另外一隻角度來看聲音咧唱山歌呢一件事情。倩如加油！哦，加油！好，那看一下幾個分數啦。哦，看一下永謙一個分數。好來。哎呦。每一個分冇問題，下禮拜加油，好嘛？加油啊！就做出獎了，好嘛？好，謝謝你啊！安子水什麼建議哈？非常好，好，下禮拜記得我們跳個舞哈，好吧？走的練習哈。係好。哇，今日真係唱到啲小朋友啊，就看到安尼客家當有希望啊！客家未來係咪啊？哈。我想先問一下哈，我先問一下，為什麼叫李炳谷是什麼意思？是有一個小孩叫李炳克丁。對啊，因為我比如說我每次介紹說，哎，開家後來講到阿馮谷啊，對，所以有一個小孩叫李斌，是不是？叫李斌。哎呦喂呀！
不是很美啊，很美哦，很用哎，很用哎。living 是日文的客廳的意思哦，日本的客廳的意思。客家那種感覺哈，有鼓嘛，哎嘛，因為剛剛羅哥一直記不起來，我就說你就記得有一個小孩叫 living 鼓，就是 living。農業音樂會，哎呀，今日安尼節目不得了啊，來到一組啊，新生代客家樂團，咁個風格同特別談到嘅客家嘅音樂嘅風格，較無共樣。還蠻是有按用做按客家音樂嘅哦，在2005年嘅時間，得到全球客家流行音樂組嘅創作組嘅第3名，結會咧，厲害哦！今日嚟分享幾條清新嘅專輯。係，嚟，等下先彈幾唱歌啦嚇，等下好好嚟訪問下你。好嚟，歡迎一位living鼓。歡迎，係啊，可以，不是很容易被舞台吃掉，你知道嗎？不用那麼客氣，對。那你踢哪一部神哦？來，先跟我們那觀眾朋友問候啊你嚇，好，大家好，你係 living 鼓，我係魚，我係咩咧？魚還有咩咧？客家人呢？錯，兩位都係客家人嗎？兩位都是客家人？唔係呢，唔係啊。只有我係客家哦，唔係喎，唔咩？我唔是，伊就是你客家好朋友好咯啦，對，有客家心啦，但至少太家好也幾發會講啦嚇，錯，對啊，這個好特別的一個東天片哈，不是唱歌哈，對，不是，這是就我們這種過氣老歌手，對不對？沒有，
有，你怎麼會是過氣老歌？你現在是當紅 YT YouTuber 好不好？沒有，只是到你家蹭飯。對，哎呦，說錯，去你家蹭飯。去你家蹭飯。去你，知道嗎？啊，去你個，去你家蹭飯。哎，對，不是，我是覺得就是說，在音樂方面，這個我們以前年輕，當然是有對音樂很執着。哎，沒錯。對，會想說哦，我們要做哪個方向的這個音樂。但是我現在看到他們。哎，給音樂方式真的冇共用的。呀，世代冇共用，現在世代不一樣，是百花爭鳴的世代。像周馬來都說的，就給有兩種風格，像他們這種風格，對不對？不管是舞台造型還是音樂曲風，你不覺得很有日本的動漫感嗎？哦，我是覺得好像有點想要去參加追思會的感覺。追思會這樣也算是很潮啊，是不是？沒有。我們下次換個顏色，這有造型好不好？對，沒有，真的，我覺得他們搭配的很好，懂後啊，搭配的很好。黑毛我喜又好。對，我剛剛就是想說，因為我算是對音樂來講，我算外行啦，對外行，所以這一段可能要交給你了，因為你現在又交給我，你接觸客家音樂，哪一段不是交給我？對啊。是啊，你要好好的介紹這一個。之前就讀過幾條的啦，吼，跟李炳谷，因為那時候全球流行，跟音樂台所有時間，還有周平生，還有周主持，那時候親奏跟梁史就有彈過幾條的音樂，那時候就聽過他們音樂，我就覺得哇，坐在評審台上就會覺得說好驚喜哦。裡面跟梁史說的比都跟不管是複賽還是決賽更不用說了，到決賽都已經是非常厲害了，而且是全球。當評審的更厲害。然後我那時候在沒，對不起，我順勢回答一下，至少我年紀比較大，對，是吧？我吃過的飯比你們鹽多些吧？比較資深啦，對啊。我覺得在當評審，你就會看到舞台上很多那種那個不同的音樂。跟梁史在寬給倆一組哦，我在看你們這一組的時候，我就覺得說，哇，你們很跳，因為我覺得他們是感覺上應該。不是因為這個比賽臨時組合而成的團體，應該是之前就有在做表演的。他們在舞台上不會講傷，就舞台上不會緊張，他們也有台風。我想要先問一下哈，先問一下，為什麼叫李炳谷是什麼意思？啊，因為這個團名嘿。李炳谷是有一個小孩叫李炳克音。對啊，因為我比如說我每次介紹的時候，哎，太高後來都阿馮谷啊，對，所以有一個小孩叫李斌，是不是？叫李斌。哎呦喂呀，不是美啊，美哦，很用哎。嘿，李炳谷是日文的客廳的意思。哦，那 living room。嘿，錯。那我們又是做客語，所以客廳，哎，就是。扭去李炳谷哦，李炳谷哦，日本的客廳的意思，客家嗰種感覺哈，有鼓嘛，有鼓啊，因為剛剛羅哥一直記不起來，我就說你就記得有一個小孩叫李炳谷，就是李炳谷哦，所以你那時候發現他們的時候，對啊，你們我那時候感覺是這樣，唔講哎，沒某嘛幾飛後來詳細論問幾條來就是細問說，哎，你們是怎麼成軍，怎麼成團，是不是曾經一起表演？創作的契機是什麼？對啊，還是你們的表演是已經很豐富了，然後才把它結合在一起？我怕有我就是太淺薄，我不知道有這麼厲害的客家樂團，我不知道。你現在叫淺薄，那我不是已經趴在地上。某 Q 你是當紅 YouTuber 啊，你現在是諧星啊，你歌星越來越遠了，不是嗎？薄到讓你一點感覺都沒有啊！沒我講來講，喺講幾條誒，其實在跟客家音樂發展已久了，沒有。那可以來講一下你們成團的契機是什麼？其實我們在10年前就大概認識了。10年前哦。10年哇，就在一起了。哎，對，就認識，我們是同一個 OP 詞曲版權。是什麼氣勢？什麼啊？詞曲版權的公。對。哦，所以本來都是詞曲創作人就對了。我們都是寫國語歌。OK。是在哪一家公司？我們在環球的。環球很多詞曲創作人。對，他們都簽了很多的。懂。我之前也是跟環球有邀歌嘛，他就會丟了好多這樣海量的歌，然後你就要慢慢聽。那個羅時豐有唱過你們的歌嗎？有機會可以寫一首。有機會呀！哇，我有這個榮幸嗎？我這種老人家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講，不要透過環球，直接私訊他。我怕把你的歌唱老掉了。哦，為了你就當然寫老歌啊。哦，因為10年前這樣的機緣認識，對。然後因為等於說我們在制作華語音樂的時候，我們想說，我們試試看另外一個語言體系來創作。那我知道Mele 他本來就是那個哈嘎尼，然後我們想說，那我們就是在這個火花，我們撞看。雖然我們已經寫華語歌寫很久了，但是我們想說新的語言，那會有新的突破。看在30萬的份上，也要試一下。那也是一筆錢啊。對啊，至少吃。你還趕快必須。吃喝可以喝很久。新作新作就沒有獎金嘛，新曲獎啊那一類，我們客家的現在比賽的也是。像你們這次環球入圍客語的那個叫什麼？那個全球客家。不是全球客家入圍客語金曲獎那個雨涵是給陳以諾，陳以諾是環球的嘛？萬花子嘿是環球的，我就覺得他也很特殊啊。香港潮州嘅片呢，客家人，對，跟咩廣東冇嘢的人，但是佢要講廣東話，但是佢先用客語來幫他個當成嘅印象。有意識的來做兩種，就像我們的有意識的就想說，你想要在你的母語上面衝撞看看，對不對？對，錯。後來有參加東島的比賽嗎？有哦。因為我先參加了那個。有啊。新曲獎。2023年我們有先去新竹比過新曲獎。哦，新曲獎。對。新 Q 獎。24年。24年是台灣原創。台灣原創音樂台獎，對，然後呢？原創音樂大獎，2025年全球客家流行音樂，2026年金曲獎，明年突就27年，所以今年發專輯嘛，然後明年發，有機會，有絕對有機會，跟我討論，對啊，因為現在這個金曲獎他們的評審老師啊。其實都是希望能夠在這種傳統的這一些音樂上面能夠有一些突破變化，然後你又沒有偏離太多，對呀。因為金曲獎的線上採評審的時間可能唔單槍的你行業啦，因為我可以用語言嘅評審，對。鼓手你要怎麼樣抓到評審的耳朵？對啊，21位評審對，決賽的評審裡面可能只有2個到3個是推被客家。但是大家都有投票權，這樣子。對啊，這裡面可能有2、3個是攸關客語的一些詞曲創作，或者是什麼相關客語的東西。但是其他他可能也不知道，他還是要聽音樂性。對，對啊，有機會哦。生夢。所以你們這張專輯有幾首歌？我們這張專輯總共會有12首歌。12條歌，太多了吧？對啊，好多呢。現在30分鐘就成一張了，你還做到12首？我才寫8首，8首算多了，有得6條是吧？8條是吃到甜嘞，12條正經也有上癮。所以整張都是客語嗎？對。全部是客吧？有唱歌的都是客語哦，有唱歌的鼓手，還有冇唱歌的部分。抽。哦，有唱劇那種，還是真的會有個動漫的感覺，有聲優這樣子。是會有一些比較讓大家可以冷靜一點的，因為也是有，因為在客廳嘛，有電子音樂之類的，客廳就會有舒服的這個感覺，然後客廳其實有很多想象的空間。或者是說持放音樂那種感覺，那種青龍鳳葉的意思就出來了。對啊，所以這個專輯就是有這種含義嘛。你們就是在客廳裡面有一些邂逅或者是什麼之類的，然後想象出來的邂逅，又不是車站大廳。不過沒錯啦，就像那個客廳很多想法。羅哥的意思那種就是大樓的客廳啦，大樓的大廳這樣子。客廳你可以吃飯啊，你可以看電視啊，客廳你不會做的發生很多的事情，吃飯咩，看電視咩，還有太極個大嘴，福音腔的神飯，對嗎？發生很多的事情。對呀。所以這張專輯裡面就是風格很多變。風格很多變。因為對啊，那這樣子創作客語，因為他是客家人嘛，安唔咩嘛，所以這個創作上面會不會有一些這個意見不合或是一些困難的事情？有，因為我們在寫客家詞的時候，我們就是瘋狂的修正，
因為我們對這個語言還在學習中。我們希望在用字上或者是在發音上可以再更精準。啊，有沒有請教一些這個？因為我客家話沒動喉，所以我就有問。聽得來。我就有。哪邊音？龍潭。龍潭音啊，哦，因為龍潭唔係講西安嘛。西安哪多啦？我西海橋。我爸係主動音。哦。我爸講去了，我沒講西安。是寶馬，是寶馬，有半記得。我幫你唱完，好。對，然後我就有特別去，我們就因為比賽的關係認識了徐哲偉老師。趙麗欣老師，然後就有請他多幫忙這樣子。那你真的請神開藥單吶，趙麗欣讓你懂。真的，請神開藥單。這位老師是非常熱心的一個人，他對客語的這個奉獻真的是很無私。漢兒子我一堆音樂沒親有想法，我覺得除了那個客語上面音樂作品上面，給他聽聽，因為他也做很久的 DJ 嘛，所以他的想法也是很。他的音樂真的對非常豐富，對。還有嗎？我們在那個我們的上一張 EP 有找雨涵。黃雨涵，今年入圍那個女歌手，對，我們客家阿姨，對，我們請客家阿姨幫我們唱和聲，我們其實都與有榮焉呢，因為他也是在這裡比賽參賽出來的，當初來也是非常青澀，然後也就是當就是覺得他很特別，但只是那個經驗不足，然後還比較羞澀一點。沒想到越唱，然後都連啊金曲歌后呢。對啊，然後出去以後，他自己在音樂上面的一些想法、創意，真的很厲害。佢就按背呢，動步有。聰總沒動力會啊，動強哦，和聲也很厲害。剛剛有講到轉系裡面都有請給了之後，他贏嘛，黑嘛。哦，所以他現在功能只能合音，對不對？沒有，他也可以製作啊，多方合作啊。奕煥一定是我們客家未來天后。他全能，他真的全能。那繼續再帶來一首歌，好不好？好。哪一條歌？帶來 Know You So Well。Know You So Well。哎呦，全部都用英文來取名了。International 啊。Mr. Low。我們客家。learn 一下。哈嘎利西。來。哈嘎利西啊。來。你們錄音是在哪裡錄？不會在家裡，然後用棉被搭起來。我們就錄音吧，在他工作室裡蓋了一間小錄音室，然後蓋棉被，然後還真的蓋棉被。沒，正經他有年有留言，很多個人工作室他們其實是真的用棉被，就是因為它有一個音場。我今天才發現，其實棉被蓋着可以錄音啊，不是蓋着，你可以砸在高音砸在哪？不是悶在裡面，麥克風這樣鑽進來的。不是。邊度插動冇着債嘅你跳下，食唔會叫着放到眼人要笑，馬沙做的看到，馬沙做的發現，聊起自家必必嘅發現。我少你可能需要很多體驗，也願意等你，不管辛苦或是甜美。馬沙做的看到，馬沙做的發現，聊起自家必必嘅發現。冇定咗，安用下意味唔係辦法。冇定錯，但相信在溝通你嘅 man。Know you, yes I do. Why my face feels so hot? I do not ever do. Love you, yes I do. I mean you are my dreams come true. Know you so well. You want me to. Now you know 我讓讀名嘅名聲乾浮浮掉，想惡意中的力量才來給你跳哈，你多年嘅用面也都進化有空調，馬上做的困擾，馬上做的發現，兩人專注激動嘅發言，我願意抓着雨點不離不棄，也願意一點一滴陪你慢慢，馬上做的困擾，馬上做的發現。
來兩個提一拜，第一次聽到他們表演的歌，就會必須的歌誒，係冇？提拜啊，錯。係啊，唔要雙拜參加比賽的時間，就會兩條歌就會記得有必須的歌。必須的歌呀，所以咱提100糖豆呀。嘿，我講嘅係愛提100糖豆記得，硬是記得會歌誒。就係 know you so well。哦，對不起。So tired。對不起，老人家就是這樣。而且我們現在內場的 echo 好小聲哦。你還沒老，你不知道。我跟你講，你到老的時候你就知道。真的哦。對啊，所以。有人老人會失智，也不是沒有道理的。是，羅哥保證，羅哥保證。哎，你們是一個團體啊？是，一個團體，一到3年。雙人組嗎？雙人組。對，鼓手吉姆耶，鼓手，還有一個 programmer。對不對？在後面。應該係朋友啊。哦，你都要朋友。因為今天為了好看，某個是比賽的時間，其實超忙哎。記得不腿當風，這個魚嘛哦，他還要讓衝狗讓你給別人聽嘅。都冇喊。所以特別出去表演，就是說欣賞你，叫我出去哈。差不多都會是這樣子。都是這種編制，四個人一起去這樣子。4個哦，就是鼓手老師一個，可能會再多一個貝斯手。哦，那你們會是 full band 的那種形式出去就對了。哦，那旁邊那一位躲在那角落 ，program， 他就不出現了。他是隱形人哦。因為我們今天就是那個經費有限，沒有幫他化妝。對，他沒有妝髮，就怕他們還有鼓手這樣。那這樣就見不得人。這麼省幹嘛？沒啦，共收啦。對。其實共都有2條歌的，條下Know as you Know you so well， Know you so well， 2條歌的，迄個叫吉良時才2015年嘅全球客家流行音樂大賽第3名嘛。第3名的歌。第3名就拿多少錢？10萬，我幫你報告。10萬塊，哎也不錯。對，這算是你們參加過最大型的舞台嗎？比賽的舞台或表演的舞台嗎？算是，因為它是全球的。International。你沒有曾經去參加過，比如說大港開唱或者什麼之類的？冇呢，還沒有。希望今年。都得讓我們去表演啊。對啊，因為大港開唱，他們也會分很多小區域。大小舞台啊，那小舞台也有像我們客家的一些樂團作為一個表演，吹夠啊，就很吹夠在，其實也不錯啦，因為他們剛好在廁所旁邊，所以大家去上廁所就會錄。就順便聽一下這樣子，然後是邊尿的時候想，哎呦喊吹歌哦，哎呦喊吹歌，按捏了，吹夠了要激槍嘞，拜託。對啊，我覺得你要懂厲害哦。我覺得他們也是非常chill的一個團體，很棒啊，我覺得他們很棒。對啊，所以那時候在這個舞台上。算是你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參賽了嘛，但是是比較大型的舞台。對，那時候心情會怎麼樣？非常緊張，對不對？緊張，一定的。而且我記得那時候複賽的時候，就是當天現場音響是有一些狀況，然後其實那個每一組別，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有一點，又發生什麼事情，前頭有沒有事情？哎呦，黑毛，錯，而且複賽的時候，雨還特別辛苦，因為他前面還有工作，所以他，我好像從成都馬上坐第1班飛機，然後再轉機趕回來比賽，然後我就直接從桃園機場就直奔現場，對，哇，印象中是這樣。那還好，你只是在那邊彈而已。他是 programmer， 給他放音樂，隱形人不在，真的。特別忙。你的智慧已經超過你的年紀了，你知道嗎？對，年輕人才有這種靈活的動作。我們可能按一個東西，可能要等很久，等到大家。就像恐龍一樣，尾巴到頭腦要12秒。對啊，12秒。但是因為這算是你們第1張專輯嗎？對，金錢有發行過其他的專輯。我們前面是有先發一張 EP 叫《Blood to Living》，就是在幫我們這張專輯預熱。預熱。那一張也有去參加一些原創音樂之類的。冇呢。這種還蠻有就抽嘞。阿里亞種專輯
可以是因為黑母語的專輯嘛，除了語言上面，其實你們兩位也都是詞曲創作，沒錯。英國咩音是懂得給做編曲啊，你們有一些編曲也是自己做嘛，對不對？錯。所以會不會有一些比較省啊？對。對，比較沒有他們本身就有這樣的能力，他們有這因為我們是客家人啊，他們這種高端明星不懂的啦，他們就是只要勾勾小指頭就有人拿着案子來拜托你做，沒，對不對？因為像現在唱片不好賣，我們也是盡量去找那種很便宜的那個。便宜啊，吃寬啊，黑毛10首總會中1首吧，是不是這樣？但是因為你就會做創作的某共用，創作的想法就不會某共用。可能你們在那個音樂製作當中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一些比較難忘啊、特別辛苦或者有趣，或者想要趁現在互相抱怨，我們都很歡迎。衝突或者什麼的，哎，你為什麼要寫那個？對啊，那個音跟那個客語做到一半的時候啊，不玩了，我是 Ribbon， 你是顧啦，拆夥。然後又在客廳和好，對，不是。我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其實最大的考驗也是語言嘛。對，我們語言有些歌我們可能要錄了2、3次，然後因為我們錄完發現，哎，原本唱錯了，然後但是因為有些音會因為語言，所以要去修改，所以我們就一來一往，就是把。有一首歌，我們就錄了3次這樣。那這張專輯是我偷偷就是把我的家的貓咪的聲音放進去，因為我們的歌就像剛剛聽那2首歌都有點很吵嘛，所以我們有一些就是讓大家靜一靜、chill一下的部分，所以就放了我家貓咪呼嚕的聲音。希望大家可以在客廳開完 party 以後，然後面對家貓，滿是凌亂，還是先休息一下好了。哎呀，貓咪有時候對啊，它不然。我好像聽懂了什麼，哇，不知道在叫什麼，對啊，他可能是在跟你分享他的創作，想吃東西的，吃東西不會這麼長，吃東西是會走過去撥一下他的碗，喵。這樣子而已，不會跟你囉嗦太多。所以其實很多創作人他會就把他身邊周邊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聲音趣事或者嗓音咩黑啊，因為嗓音咩黑，音樂嘅一個部分嘛，聲音創作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編曲也是啊，還有衝狗啊，我們單槍暗用啊，其實在創作的過程中很多的細節。對啊，對啊，我真的很佩服創作人的，好厲害哦。對啊，你們錄音是在哪裡錄啊？這錄也很好笑。因為我們就客家人嘛，所以我們不會在家裡，然後用棉被搭起來，我們就錄音吧，在他工作室裡蓋了一間小錄音室，然後蓋棉被，然後還真的蓋棉被，正經他有年有6年，很多個人工作室他們其實是真的用棉被，就是因為它有一個音場，所以你們剛剛我聽到的音樂是這樣子錄出來的嗎？和聲。你是說雨涵嗎？你們讓雨涵在那棉被堆唱，我自己而已。對，因為像專輯做了快1年，那中間就是會卡到夏天，所以在裡面錄的時候就會因為不能開冷氣，會收到冷氣的聲音，冷氣還太舊，聲音還太大，然後就很熱，哇，對，但可是身體熱的時候唱得比較好。我們嗓子暖的時候唱的比較好，那個氣血比較流通。對，然後可能魚就會說，你 key 高了一個 key， 這樣唱還好。重錄。我今天才發現，其實棉被蓋着可以錄音啊。你就是把那不是蓋着，你可以砸的，你聽。高音砸的呢。不是悶在裡面，麥克風這樣鑽進來的。不是。你看，高端人士就是這樣，他都不懂我們這種要靠棉被這種來吸音的辛苦，他都只去有那種大型的，然後那種錄音室那個器材漂亮來唱。他們也經營得很辛苦啊，就是因為你們都自己圍着那個。我兩種專輯有100斤錄。哎呦，厲害了！哎呀，就像條阿給條歌，其實我就輕易分，我覺得他們就是很 J-pop，因為 J-pop 就是很聽得出來很日系那種感覺。對啊，你們這張專輯其他的歌的曲風，接下來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不一樣的曲風嗎？我們會還有一首是比較 dream pop， 然後 acoustic 一點的，鬆一點的，因為我們前面都有點太 agree， 就是太衝刺了，對，所以還是要調整一下情緒這樣。那我們帶到這張專輯的有一首歌叫做第2主打歌是聽下。
停下，躺下哦。因為我們也都是在，因為我們剛剛提到我們專輯是 living 嘛，所以我們都是在客廳做音樂的，所以我們把這首歌收錄在這個專輯。覺得你還趕快躺下，在客廳裡面這樣子。但目前是只有做客語這一張專輯嘛。那如果有幸的話，真的明年入圍或甚至得獎，也不一定。這個人生很難講。對啊。那如果真的得了獎以後，或是有入圍以後，你們下一次的專輯，你們會是想朝客家語言繼續發展，還是會想走不同的語言的發展？我們其實主要還是會想先繼續做客語為主，但是我們其實不排斥。因為畢竟我客語就沒有那麼厲害。其實唔會哦，唔會咩？衝勁哦，係咩？很多時候會講記嘅，其實沒有青島張口試的時間，我媽要講，一記兩記都唔要講。因為開始創作客語歌以後，他們到現在可以慢慢就是有一些片語出現。係咩？故事唔會越衝越好，你係咩？係啊。但是我覺得真的，我覺得你們兩個的這個真的很特別，然後。就是你們真的很有藝人氣息，對，整體抽型，整體造型還有音樂，你們站在舞台上是會讓人家驚豔吸引的。哎呦哇，這團真的很屌，然後唱得又好，然後音樂整個架構又好，對啊，所以其實客家音樂是這樣啦，客家音樂是很棒，能夠發展客家音樂，我們也很開心，對啊，我們也希望能夠多把客家的這個推廣。但是因為客家再怎麼樣還是比較局限嘛，對不對？對，如果有得獎的話，以後如果有想要發展其他的語言的音樂，你們可以再把客語的一些元素放在音樂。其實每週的啦做法年音樂啊，其實都可以。他們本來就做華語詞曲創作嘛。對。那如果有華語詞曲創作，你有時候放幾個諧音梗，例如說客語那種東西進去，對，其實也很有趣。對，還蠻新神奇。對啊，所以我在這裡先預祝你們哈。先預祝，恭喜！是。恭台高，得獎者是。我聖旨嘴，我跟你講。聖旨。我明年也有哦。哎呦，你變過好，大家不要破壞關係。請說入圍好不好？我們入圍者好不好？大家一起入圍。隨便都入圍了，因為沒有隨便，他沒有隨便，因為他做客家音樂真是很多哈，青島有厲害，對。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好的。羅哥當然說客語的市場可能比較限縮，但是南會一方面來講，客語的在你的音樂創作上面更自由，真的更自由，對。這樣希望大家都有機會了。好，阿沙來帶來躺下兩條狗的蟲，躺下了，好嘞，好，躺好了。昨天拍美夢，也不是陪。